我甲金花讲过，以前老师嘛鼓励阮讲，就是讲，其实有啥物专长，就是用伫个咱的专长的方面去拍拼发展。讲，你若准讲会晓拍电影，会晓做啥物，就用台语做一个媒介安尼来做。阮其实就是因为，阮就是有小可会晓写歌，会晓写歌词，有在做地方的文书调查，所以阮就是用即件代志。来做咱的台语的媒介，在做安尼，所以阮其实啦，讲较地方，阮其实像阮即摆伫大树文水协会，阮的导览，啊，佮包括阮别家己办的大树文学的论坛，对无？即类历史的论坛，阮拢是用台语在讲哦，就是讲阮规个研讨会拢用台语在讲，所以这是阮地方在做的物件。好，咱先开咱的迄个简报吼，所以今仔足欢喜会当看到大家吼。阮煞来看阮的简报吼。按者咱咧进行当中，若大家人有啥物问题吼，你拢会当随时提问，拢无要紧吼，因为咱是来当做来听歌来欣赏吼所以咱若有问题，咱拢会当请教吼甲即对红仔某看有啥物会当互咱启示的，咱尽量甲即个宝尽量甲学转来吼学即个宝毋免钱哈大家就尽量啦。伊正常我2点钟伊讲袂使喎，因为咱今日传的物件，即个主题来讲，对，差不多来讲，阮来外口讲。互你讲3句嘛，讲袂完。无差点下啦，3点钟差不多讲完了，啊，毋阮就甲伊缩做差不多1点半钟安尼来讲。其实来阮甲迄个心在讨论的时，阮就讲一个，阮有想到一个新的词叫装头饼。装头饼，阮迄阵就咧讨论过。装头饼啥就是阮甲迄个械斗即个词，甲翻做迄个装头饼吼。我讲嘛是有企业要讲即个物件。即个无水疗装头饼的故事是安怎的？大家讲，咱先未介绍咱规个物件，咱先唱一条歌咯。即个叫无水疗，无水疗是我住的所在，丁义所住的所在叫做九角洞，叫九角洞。你是毋无伫荧幕内底？可以，就是伊是九角洞吼。去到就是讲，阮这是2个砖头的故事。大树有一个特别的物件，就是讲阮迄落阮伫迄落就是如果用大树规个情形来看，阮就是伫大树上南边的2个砖头，拄好相隔壁安尼吼。即个故事是咧讲啥物货呢？就是讲，阮较早就是讲大树大部分的砖头拢是反对清朝政府的，但有一个砖头是例外，就是阮的无水寮，就是我住的无水寮。所以迄时阵古早的时阵，对无？阮就是无水寮，伫个古早300年前的林松文的事件的南部战场，吼，南部战场有某一个重要战役就发生伫迄咱的迄个大树的高边溪畔吼，高边溪的溪畔迄边遐。迄时阵，迄个战书顶面写是讲到死免2000几个人，其实迄时阵死2000几个人是足济。迄时阵无水寮庄是支持清朝政府的，但是4块恁当的砖头对无，拢是反对清朝政府的。所以迄时阵无水寮就甲所有的砖头拢是无白海，不是砖头拢会咁拍，知无？迄时阵规个全部的砖头底上界歹的就是九角洞的，就是九角来生即个血嘅，知？九角洞去生即个血嘅，吼所以第2边迄冤仇是结了解重吼，所以迄时阵我会记得讲，阮自细汉阮阿公就甲我讲，我细汉的时阵，阮阿公就甲我讲，咱甲九洞迄边遐冤仇结界重吼，所以袂当相隔娶。袂当小计做，毋过我甲阮弟即摆阮2个做伙来知无？所以就连讲我去拜阮阿公的时候，我甲伊讲一个，叫伊拜托，爱甲伊拜一个，拜托伊就我即摆过甲诚好，我就是毋茫阿公原谅一个安尼吼。即个故事就是讲，伫即个安尼情形我知，毋过我是安尼感觉咧，讲像较早，阮就讲，阮就想象一寡代志，啥物代志？比如讲，像阮大树叫做，像阮即个名嘛，叫了解特殊，叫做无水寮。那较早地名叫无水寮，后来因为讲，因为阮车算是较悬的所在，所以较早是较无水吼，较无水。毋过后来因为水利的设施用了较好水道头的水拢有牵到阮砖头过伫砖头，就是讲人愈来愈济，所以阮后来就分做水寮甲水安2庄，就叫做水寮甲水安。阮古地名就叫做无水寮。阮就咧想一件代志哦，就啥物代志呢？就讲较早300年前的砖头，因为拢砖头2边拢会相拍嘛，砖头饼。所以我想讲，阮迄时阵咧想讲，敢会较早，如果若有一对查甫查某因互相意爱，但是因为因砖头的关系，无法度做伙，安尼想足生迄落，
就生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无？吼，所以你是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对啦。我就感觉这故事敢若袂歹哦，所以我迄时就想讲，无即摆咱会当做伙啊，就敢若甲过去，我咧想象几件代志啊，就是讲，例如讲，如果较早因要互相写一张批要送到对方，要甲心意表达互对方知影，但其实因无法度达到即个效果，因就是当初是两个钟头在拼，但即摆迄个温暖拢已经过去啊！即摆阮两个当做伙啊，敢若讲，阮两个当做伙，圆满了因当时迄时阵的遗憾，所以阮就遗憾啊，阮就安尼想咧，以即个目的来，以即个观点来做出发。出发咧以外对无？其实阮会感觉讲，佫有另外几件代志起来做，阮写作歌词当中的应用，因为你看无水疗，即摆叫做水疗，所以你看哦，如果啦无水，像阮大树的树仔顶就袂开花嘛。树仔顶袂开花的时阵对无？就敢若无圆满安尼。毋过即摆有水啊，所以会开花啊。所以阮就用安尼过程当中，感觉讲，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意象来写即个物件。当然，阮伫歌词内底嘛有写着讲。当初是迄个埋伏啊，就是讲迄个发生2000几个人的过身的代志，其实迄个就是讲因埋伏一个架顶，过就是出来的时阵，对架底对悬过架安尼冲落去，所以阮伫歌词内底就有唱足侪即种地方的事，包括咱在地，因为大树算是一个大树的山峦啊，大树丘陵山峦啊，所以阮其实有足侪坑沟，就是一些小沟，一些山沟、小沟，小山沟，所以阮内底歌词嘛有放着迄。坑沟啊，即个坑沟很蹊跷，即种的歌词放伫迄真内底吼，放伫真内底。当然伫咧做客的部分定义，因为感觉讲，即个故事是有小可历史性的物件，所以伫曲风的顶面，伊就特别用一寡歌语的素材，对无？我伫迄个音乐的建造内底吼，有出迄个一个歌戏的曲牌来做音乐的配角。有小可甲改编啦，所以我当初是咧做这个配角的时阵，迄个声音，这个配乐的乐器的选择，可能我会感觉就是用迄种偏一点点啊戏曲的迄种感觉，戏曲的味啦，嘿，是感觉讲想要互伊表达一个有一个历史性的感觉，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用迄个。有一种较传统音乐的一个声音来表达。好，安尼咱要来唱歌啊！吼，要来唱第一条歌吼，我来要来听歌戏哦。大树顶。绿叶小古鸟，树木雕，霜凉风来叫了树，咱逍遥，不好。心爱做同宵，只好来困求月娘光明照阮家。落桥又很蹊跷，海面伊就过溪沟，陪车行，紧来找出口，路小就弯桥，西北高。西北高，晚风吹辣条，怎会乌云炸过长时，海
酒啊。灰色土地上海鸟搭，翘翘毋过毋茫，开花无水流。等待百万年的批，当时送到前面百年了后，想袂到。听见人人的笑，每个花香味四界飘摇，秋天古鸟。思念你，用脚轻声祝福，唱歌在水了。灰色土地上海鸟来，变巧会当望，开花无水了。等待百万年的批，阿爸送到前面拆开了后，想袂到，听见人人的笑。每个花香味四界飘摇，秋天古鸟，迎来你，用脚轻声斗阵，唱歌在水了，牵手做伙在水了。耶！大家真正好赞的啊！真正身躯会短咧摇起来安尼，哦。是，这是阮无水来故事，所以阮就甲即个物件写做即个歌。其实嘛是，应该是讲阮当时是做即件代志嘛，是甲因为讲，阮因为在做地方的文书对无？地方文书的时阵在做，阮会感觉讲，其实阮的前辈大树文书协会即摆已经差不多做要20年啊，所以其实阮已经有出足侪册，拢放伫个图书馆内底。我感觉讲，其实，如果来，但应该甲遐册的故事内底一寡，就是讲较有。就是讲较有比较有梗的，阮会感觉讲会出来做创作的题材，像咱拄则咧无水了的故事就是安尼吼，咱其实伊的故事，如果大家要看到，大家当去搜，会当去敲找一个叫做曾大殿的事件，其实就是迄个林松文是中部迄边来，伊南部的兄弟好兄弟的战线就是曾大殿甲曾色社吼，你若去看就看有。阮平时煞会介绍一下，阮平时要做啥？阮平时即个金融会大家都看到这图片，就是讲阮迄时阵会调查，例如讲阮大树镇边遮的南管，佮有太平瓜吼，即两个就是讲包括咱的迄个南管甲太平瓜即件代志，嘛做地方的文书调查。做甲遮物件，甲写做咱的台语的歌谣，主要阮做的代志是咧做这吼。除了做这以外，其实要推萨出去，阮会伫咧理工社区大学，阮嘛有开过阮的迄个，就是书客做客的迄个创作课吼。进前阮嘛会去入去伫社区，或者是伫国小内底做一寡文书的教材的讲座。这其实大家也去网络顶面敲找阮，你讲拍定义或者是拍阮，其实就知影会出看到阮在做的物件。大家如果有兴趣，当去大树文书采风大树文史采风是阮迄个即马大树文书协会的社团，咱定期都办一寡地方性的活动。那地方性的活动，阮所以咱煞会有一种无共款的观点，要看咱的台湾，甲咱的就是讲迄个。拄则亦是讲一个足重要，讲较早咱拢是种大中华的思想。其实咱即马台湾，我甲做台语的人，咱比全台湾人佫较幸运。啥物安怎讲呢？就较好运是安怎？因为咱的观点已经对台湾的观点出发啦。就是讲，咱其实有足侪代志，包括咱会认为讲，咱的平埔族的平埔族或者是咱的山地原住民，对无？即类的观点已经足侪出来啊。毋过其实咱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讲我嘛是对大家安尼行过了，常有一个无共款的想法，就是讲，那咱如果对地方安怎看台湾？所以其实我等下讲一寡阮地方的观点，就是讲。以早咱学到的，咱会讲学到台湾，就是你有讲对地神讲安尼来。但是如果大树对一个砖头，你讲无水了安怎看？无水了安怎看大树？大树安怎看高雄？高雄安怎看台湾？台湾安怎看世界？就对下底安尼看起来到底是啥物？阮等下用即寡观点，互大家知影吼。
那阮会伫大树的社区去办巡回，所以这是阮进前巡回，就是讲社区内底全部差不多拢行透透。啊，阮嘛捌办过，就是讲大树专场的迄种写大树的歌，咱大树头写偌济歌。十几条，目前写10几条嘛，对吧？有谱曲啊，有发表，才写10几条啊。吼，阮后来刷来，佫会继续，继续改写落去安吼。阮刷来，咱来讲一寡，开一寡小可的时间，互大家看一下台湾无共款，就讲大树无共款。咱来看台湾的地理，咱大概知影，就是差不多伫中国边啊，所以迄个就是伤近啊，有欺负安尼吼。啊，咱就是迄个，就讲伫啊，咱中隔一条，就是迄个台湾海峡甲中国迄边啊，啊，咱是面规个。迄个太平洋，咱是有足大发展的空间哦。这是咱台湾的咱的地理吼。那大树，咱来看迄个，咱来看较下底这个所在。没办法，你无他没有那个。哦好，你看咱来看较偏较下底迄个所在对，你来看着讲，高雄甲屏东的相对的位，大树拄好伫屏东市的隔壁尔。所以啊，咱就看到，其实屏东市甲高雄市的正市区哦，屏东是较北边的哦。哦，这是一个足特别的，迄个伊的纬度会较北哦。这是一个恁大家较无啥知影的所在。哦，啊，阮大树这个所在，拄好伫屏东市的边啊吼。屏东阮隔一条高边溪，就是咱的屏东吼，东边就是咱的屏东。那台湾历史如果来看对无？就讲阮简单来讲地讲，阮是用迄个高山族的时代，吼，北部族甲高山族的时代，啊过迄个荷兰时代，明帝、清国、日治甲国民政府。啊，因为这大家做台文的拢足清楚，我一段我会甲跳较紧的。哦，阮若伫外口讲会讲较久啊，一段我就跳较紧的吼。啊，清国时代对无？有一寡俗语留来互咱，例如讲虾米少年若无一解讲路边哪有有闲讲，三语无食，皇帝假了。其实阮还佫有虾米六四三老一回头，抗军莫过台湾，台湾确输鬼门关。做官拿清廉，食饭着骄严。即要讲啥物货呢？其实阮要讲一件代志，就讲迄时阵清朝啊，伫阮地方伫调查的过程当中，对清朝印象是无介好的。是安怎？因为刚迄时阵啊，因对地方的地理其实无介认真啊。因讲白就是因无介认真咧地理台湾。台南啊，一寡较重要的城市可能有啦，凤山可能有，但是真正像诶大树即个较偏乡的所在，就真正无啊。阮在地流行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啊。安怎讲诶？就是讲，因为迄时阵啊，派大树遮顾大树遮诶兵，可能单派10几个尔。咱想哦，就是讲，因诶兵顺啊，因诶兵顺派10几个来顾大树，大树遮尔啊大诶所在，派10几个兵来顾尔。所以啊，咱嘛会当想象，我举一个例，阮在地讲的一个物件，就是讲，你会当想象，迄时阵若发生械斗的时阵，啊，争头病的时阵，你走去报官府，甲讲，官府，迄边遐因在相拍，好百几个围起咧相拍，我拢笑讲安怎会知无？即个时阵官府会做一件代志，伊就甲门关起来，假做无即件代志，等到恁拍了，对无？较去收，因为因内底遮10几个全部拢出去嘛，迄因几百个拍到颜面去。对无？所以迄阵清朝其实无啥有法度治理地方的物件，一定拢是伊发生了后，较有法度派大批的兵马对中国迄边调兵来镇压，靠这个情形。所以其实迄时阵清国的治理对无？其实地方的治理是无讲介好的，特别是一寡较庄卡的所在吼，这是阮就讲要互大家一寡地方的观点是安尼吼。啊，大树如果好，咱来以大树的地理来看，大树是一个，就是讲目前是伫咧规个大高雄地区的。东南边啊，较我东南边即个所在吼，那即个所在话题，这是阮的迄个，就是阮南北，阮南北差不多17公里，东西向的对无？差不多3-4公里尔，超3-4公里，所以阮是一个伫长高型的迄个所在，所以啊，阮若得分对无？就分做讲，大部分阮的乡里啦，伫阮的庄头就分做讲，大树的北边、大树的中部、甲大树的。南边，伊是完全无共款的迄个，无共款的人文啊、产业拢无共款。像阮南部，像阮南部种啥物货？往来。北部种啥物货？荔枝。对无毋对？所以啊，若毋知影的人对，就叫讲，我要去福冈山遐应该产足济往来，无。我拢荔枝，荔枝。啊，你也要来大树的时阵，你伫阮兜，恁伫阮隔壁种尔，你要来的时阵，你迄个所在拢叫啥物？是拢种啥物？种往来对伐？往来啊，系啊。你要爬山过的时阵，迄条山叫啥物山？往来山。往来山无对。其实咱即摆我画即两个箍仔，即个所在就是无水疗甲迄个甲几个洞嘛。即个所在其实就是大部分是种往来吼。啊，这是阮大树的地理。那大树的历史啊，有一寡物件，阮迄时阵在调查的时候，介无好研究安怎？因为
阮翻，就讲阮献几本迄个啊红山采访册、红山关采访册，这是记录高雄红山即个所在，就是讲清朝红山即个所在，应该讲记录了上界清楚，故事嘛写上济，历史嘛写上济一本册。毋过你规个甲显显的啊，记载大树的可能无超过3页5页。所以你要伫即个安尼过程，红山会较济啦，红山啊甲左营因会较济。啊，如果安尼过程当中，你要安怎去知影地方的历史？阮有几项物件通去用，就是讲，阮会对信用、传说、甲庙比即几项物件去讲。但是咱要注意哦，像我较早甲阮阿公咧开讲的时阵啊，阮阿公60岁甲我讲的故事，甲70岁讲的物件，甲80岁讲的物件，拢无共。拢无共对，拢无共。我有时拢会叮叮塔塔，知无？所以地方在研究的时阵，你爱做，地方在讲传说的时阵，你会讲甲足含糊，啊，你爱家厝起来了对无？咱就当去讲，到底即个故事要甲咱讲的是啥物款的当时的社会氛围？啊，即个氛围出来了对无？其实你就会当知影讲，到底，咱来用历史的角度，就讲比对正史的物件去家己厘清就对啊。我都有些发新闻，所以我老寡。心情都蛮好。迄历史我尔咧用，就讲有几项物件会当，如果大家也要做咱地方的历史对无？有一寡物件，阮的角度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譬如讲，高山族甲迄个平埔族的时阵对无？伊有原始信仰，原始信仰的原物信仰，所以原物信仰的时阵，恁不是如果有石头公、青阿公、阿力祖，即个物件对无？都有可能恁在地是有平埔族的分野伫内底，伊早捌带过即个情形吼。所以啊，阮伫迄个地讲，这是大家知影即阵是啥物？即翘骹，大家知影这是啥物？即阵是啥物新名无？翘骹，唔知啊。又叫翘骹。讲着尊龙啊，讲着尊龙。讲着尊龙无毋对，嘿，外口拢讲着尊龙嘛。伊一般来讲，咱外口大部分听到是叫做讲着尊龙、贵姓王、贵姓王吼。贵姓公，啊无就叫做迄个贵姓公。但是啊，阮大树遮底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伊阮叫讲德尊龙，拢叫做姓公。阮有去问过其他所在人，无人叫姓公，若要叫贵姓公、贵姓王、翘骹王，叫讲德尊龙拢有。但阮大树遮阮大树全部人拢叫做姓公。即个问题啊，阮目前还袂知影是安怎打后阮叫姓公，但是阮即个名词会继续甲伊留落去，因为伊后壁是安怎阮会甲别人无共款，我感觉这一定有一个背景的物件，只是阮目前还袂解破。到明代时阵对无？咱的信用，所以其实历史会甲信用有啥物有小可关系。明代时阵主要的信用其实就是上帝爷公，啊无就是圣公，啊无就是大道公，主要是即3项。因有甲无共款的种族有关系，例如讲伊是偏江的、偏泉的、偏南花的，因迄会无共款的信用。毋过明代平均来讲，就是即3，对咱伫阮大树内底，就是即3尊。伊拄好是北边的大树、甲中部的大树、甲南部的大树无共款的区。像阮南部这边遮就是上帝爷公，就是北极玄天上帝的迄个辖区就对啊。阮遮主要拢信，阮的大庙拢是拜上帝爷公的吼，上帝爷公的。啊，这有啥物特色呢？就是讲，其实宗教内底会影响到因到底迄个时代要推崇啥物款的信仰为主。北极玄天上帝嘛，算是海神啊，因为是北极星，吼是北极星，嘛是迄种原始的迄种自然的信仰。如果咱若查这3尊啊，伊拢有迄种大中国汉朝的思想的物件。啥物物件？如果咱若去查这3尊神明，伊求过拢有求过宋朝的，啊无求过明朝的。啊，无救过东调的，迄种就是就是较汉族的迄种个神明就对啊。咱要讲一个足特别的物件，啥物件呢？就是咱有一个足重要的神明还袂出现呢。吼，咱这3尊是减一尊足重要的，减一尊。耶稣。无，耶稣当然重要啦，耶稣当然重要，对。耶稣甲白话米大面也足重要，对无？咱这个耶稣上大。阮大树有一个足大的特色，就是阮大树的大庙啊，差不多全部。咱即马台湾上查得了解的，上较有名的，倒一尊。妈祖对无？但阮大树有一个特色哦，阮大树所有砖头内底，差不多大庙200年以上的大庙，主祀的，就是主祀的神明吼，拢无拜妈祖的。我知影拜啥？啊，无拜啥？多吗？
无啦，拜祖妈是爱摕较空的，爱安尼红的，安泰做比安泰水较重要，你咧讲即句话对无？无啦，迄个就是无嘛啥啦，因为阮大树自古以来，阮有讲着，大部分的砖头拢是翻青的。其实啦，伫阮地方的观点内底哦，伫阮大树的历史内底，伫阮地方老辈的观点内底，阮会认为妈祖较偏是迄种清调的神哦。安怎讲？有几项物件，阮头下都传的讲安尼啦。大家知影即张图无？即张图是迄阵西龙的海战图，西龙伫平湖的海战图。伊的迄张海战图足大幅吼，倒手边遮顶面迄幅有一个物件是因光魂啊，穿一个红衫，我甲佮放大一个。大家知影即个啥物人无？看开面有小看细顺顺恐怖，知影即个啥物人无？即个是迄张图顶面的妈祖。迄时阵是安尼哦，迄张图是安尼。西龙迄时阵要拍台湾的时阵，要做清朝拍台湾的时阵，对无？有一个重要的战役就是平湖海战。平湖海战啊，阮地方这边遮传说是安尼讲啦吼。安尼讲，迄时阵的海战咧战的时阵啊，其实西龙对台湾的气候大概拢介清楚啦。伊嘛知影台湾的西北风对无？就是讲热天的西北风，安尼风啊，雨安尼落来，砰落足大对无？啊，过就会马上出去头啊，对无？伊该知影，但是北方要来拍台湾的人敢知影？无一定知影。所以伊时阵啊，就讲安怎讲啊，咱就是迄个看即马在落透风落雨，咱就爱拜拜。如果妈祖啊，如果咱的妈祖，来讲祈求妈祖中，如果你也认为讲阮拍台湾，我是建议阮会赢对无？你就还好天气，啊，就开始拜了2点钟云就开啊！啊，妈祖叫咱拍台湾，咱即头稳赢的，所以拍台湾平湖海战对无？台湾拍会落来，是因为妈祖的神威，妈祖指示叫咱去拍台湾的，所以迄时阵西龙就是讲，伊时阵战胜了对无？就像一个迄个像一道的迄个奏章吼，爱着迄时甲迄些皇帝讲啊，咱有迄个妈祖的斗相共，所以清朝要洗规个明朝的时阵的信用，伊就开始大力去，就讲就大力去推散妈祖的信用，所以妈祖的信用伫迄时阵慢慢对天妃天后慢慢洗去。所以阮遮就一寡传说是阮甲屏东迄边遐，因为屏东迄边遐毋管屏东市，或者是万丹，或者是林园，伊拢有林园马、万丹马甲屏东马。因迄时阵就是慢慢就起来啊。阮这边是信用，所以阮这边就变做规个两边咧斗法，迄个就是讲新民咧斗法的时候，阮的法律就慢慢降落去啊。所以啊，阮这边的观点是安尼，就是妈祖伫清朝的时阵，去用大力去推杀。第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大树自古以来就是反清的地盘，所以啊，阮大庙无奉祀妈祖的，大树遮无奉祀妈祖，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一个地方的观点，这是阮地方的观点啦吼。所以，阮对历史内底，讲看到这个，哪遮尔特别，遮尔奇怪吼。那刷来啊，就是迄个，就是日本时代就有迄个，就有新社迄个活动嘛吼，就即个物件啊。我嘛要甲大家补充一个物件，因迄时阵有，因为迄个到复民化运动的时阵，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做回佛运动，就因希望大家做方面啊，所以迄时阵就讲，你讲迄个佛，一般迄个就是插头红啊，吼，咱的神明拢要甲烧掉。所以咱若总共有听到有人讲，在烧佛啊，啊，佮甲佛啊藏伫迄米红内底啊，啊无藏伫迄烫树内底啊，藏伫迄啥物名称卡嘛有藏啊，名称卡是买，因为迄个新面孔名称卡较奇怪小可，迄个就是藏伫迄个嘛，迄个园内底迄个迄个遐咱德顺啊，德顺园啊，吼，德顺园迄藏喺内底。德婆啊，德婆啊啦。德婆啊，对，德婆啊，德婆啊，对。即个过程当中啊，咱大家就讲，阮咧判断的时阵，因有的老辈讲，哦，清朝的时阵啊，迄时阵都就是都唱佛啦，有诶无？即点大家注意啊，因为唱佛啦，台湾人对神明是足尊敬诶，唯一有一段唱佛啦啊烧佛啦的过程，当日本时代尔。所以即段就讲，即个当互大家做参考，就讲咱若伫做地方研究的时阵，如果伊啊时代讲毋对，只要若讲到回复的即件代志，对无？就是一定是日本时代的复民运动的时阵。啊，当然无共款的政府，无共款推杀的信用啦，吼，像咱国民政府的时阵，就推杀中正庙嘛，吼，中正庙。即我伫外口拢无啥，我讲咱咧讲，我就感觉足欢喜。对，中正庙，吼。即摆是咧卡中正庙。对，卡中正庙。
伫即个过程当中，咱等下会用咱所讲的物件去讲咱的历史的大概过程。啊，其实啊，阮有鼓励讲，其实大家若有机会，如果无白摕的话，就是讲转来写电影的故事，有啥物好真好触发的是啥物？咱拢在地大汉的。其实你所写到的所有的情景，因为咱在写作的时候，咱会讲由景入情嘛，即类的物件，或者是记录某一寡生活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所写的所有物件，拢是地方的物件呢。唔管是你发生的初恋啦，啊，你甲恁爸爸冤家啦，或者恁家族的故事啦，有诶无诶，迄其实拢是地方的故事。所以其实咱若做家族史的时阵，或者是做你个人的人生史的时候，你甲这个物件写，其实大部分都拢是地方史啊。譬如真有写一条歌，写因爸爸叫乌里桑，拢伫别人地讲，永远无代志，拢去扫涂骹、扫大路啊。拢帮扫大，啊扫对无？扫伊到边仔蒙阿波，拢是蒙阿波喺共斗扫大咯。啊，迄个蒙阿波就是阮遮重要的三庄的结交界，叫做尼姑婆啊。遐就有朱义贵的传说伫遐。所以你看，你凊彩扫到一个朱义贵的传说的梦诶，你知影无？所以这真正就是死。所以其实阮会鼓励大家去安尼做。啊，伫迄个过程当中有硬有软，啊，阮就伫迄个过程当中会写。较有一寡软的歌，啊，嘛会介趣味，啊，阮伫外口宣传的时候，伫做讲座的时候，嘛会放一寡较趣味的歌。譬如啥物？譬如我写的第一条歌，嘛是我的初恋，就发生伫大树吼，叫做《红蝴蝶》吼，《红蝴蝶》吼，这条歌，咱来讲这条歌吼，讲完了，继续来讲一个较硬的历史。这个所在啊是啥物所在？是阮以前国中的时阵伫运动的所在。这个所在叫大树国中，我是无水寮国小大树国中在地大汉的吼。啊，这个过程是安怎？就是讲我国中时阵的恋爱的故事吼，我国中的初恋的故事。其实我国小的成绩无讲介好啦，啊，毋过我迄时阮就是阮当初是我70年厝的嘛。啊，我70年厝迄时阵啊，其实咱佫有分做叫做升学班甲一般的迄个记忆班。吼，啊，我迄时阵其实成绩无介好，我就用编入去迄个阮的记忆班，麻歹，阮的成绩无介好，啊，毋过佫就讲成绩佫也会当，所以阮就用编入去升学班。啊，升学班啊，我甚至足白目嘅，看嘛啥，我足爱讲话啊，足白目嘅对无？所以我就坐伫迄号，咱以前拢会坐莲花座，就是头前后壁，左手边、左手边拢是梅花座啦，毋是莲花座啦。啊，对啦，梅花座。莲花座要人惊死啦！莲花座，阿弥陀佛啦！就是观世音菩萨嘛，梅花座对。啊，毋过我迄时阵啊，我先坐伫迄和尚座，啥物叫和尚座？我是第一排第一位。我边仔就是壁，你知无？我边仔就是壁。啊过，伊就派全校第一名，甲2个上袂讲话，甲我围的，用一个迄个甲围的，知无？啊围的了，我就讲啊，妈你袂当，就是，但是你知迄少男的心，你知拢有介意迄种长头毛啊，会晓大光琴啊，安尼无啥讲话迄种的知？我就介意着边仔，伊安排第一名坐我边仔，我就介意着边仔迄个全校第一名，知无？啊，你中昼咧困的时阵啊，我安尼拍安尼甲偷看。哎呀，头小我当者，我就惊迄个看到安尼救伊。啊，过迄个过程当中啊，我就想讲，后来想讲袂当，人迄全校第一名咧，啊，我也无写我读册一安尼足够开的，啊，就讲要讲偷暗恋嘛无好，所以就讲安尼我就爱较认真读册，啊，读册就愈读，就讲愈读就感觉愈有趣味，就感觉读了袂歹。毋过安尼啊，安尼过程啊，当较囡仔嘛无啥甲表达即个爱意。啊，过阮就是到去到3年要毕业啊，要考联考啊，想讲考会了对无？会去无共款的学校的，以后无机会啊，所以我想啊，参甲聊落去啊，甲拼落去啊，我就写一封简批，交代要拜托伊的好朋友。你知咱迄时阵拢会甲咱暗恋迄个做囡仔上好的朋友做好朋友。稳对吧？伊早拢是安尼，啊，伊帮我安排者，我就写好了，啊，足紧张诶，拢咧电甲手会流汗呢，啊，要交啊，亲身交互伊，交互伊了对无？哇，足紧张，迄阵真正足紧张诶吼。结果啊，过工来不得了哦，啊不得了啊，因为迄个做囡仔因妈妈弄教阮班，找阮诶导师。伊讲风凉啊！来，恁班倒一箍青仔粽，既然写这有诶无诶，都互阮组囝，都影响伊考试诶心情。啊，就来啊，是安怎伊会甲安尼来掠阮，甲阮导师安尼讲，因为因母啊是佫较资深诶学校诶历史老师。
哦，所以你找定爱知无？啊，我你讲，结果迄时阵来就讲，就迄阵我较知影讲啊，原来讲啊，伊讲伊嘛毋知影，啊时阵啊，就是迄个，就是迄时我是嘛足假捌的，迄个简批顶面我是用迄个英文的书写体去签名，啊我叫 D 咯，所以我第一字是 D 啊 ，A B C D 的 D， 啊 D 的书写体对我写安尼写，伊就先 L， 伊就先 L。所以伊就讲啊，即科一定是足袂晓读册。伊妈就讲，即科人足袂晓读，后迄英文名和 L 开头的，根本无即个英文名。好，所以我讲好加上因母也是教因母也是教历史的。我用俩包爱知无？啊，即件代志就过啊。其实伊要甲我教出来啦。伊想讲迄个前批个掠条啊，威胁因祖囝爱讲啊，伊拢无讲吼。啊，我迄工就惊着，我当然毋敢。后来阮就是考着无共款的学校吼，伊考着女校，我考着男校。啊，过后来啊，就嘛毋敢讲啊，啊毋敢表达了，总过2年了，就听着讲伊甲阮隔壁班的做伙啊。啊，我就有一道啊，行过建国路的迄个要补习的时阵，就安尼，我是知影啦。啊，就是有的时阵会伫迄个火车头拄着，因为阮伫桥洞火车头会拄着嘛，啊无当然袂拄着迄个查甫的啦，阮看着是安尼小拍遮招呼的。结果啊，有一间阮就伫咧建国路的金山青州，我个会记诶，金山青州迄个连环迄间个，我就看咧远远看安尼行过来，知无？因两个安尼远远行过来，做梦，心肝丢啥诶？拢毋知要讲啥，就拍招呼就行过，行过了啊，就感觉心酸酸。结果后来阮就上大学啊，上大学阮就佫有联络着，20岁诶时阵就佫有联络着，啊联络着诶时阵啊，就知影讲啊，已经分手啊。因为高中乱情一定会分手的嘛，对无？无咱当遐久的啦，乱情平均半年、1年一定会分的啦。上大学嘛一定爱分的，对无？哦，差不多是安尼。嗰时我就讲着讲，较早过去的迄段高中时阵的代志啊。啊，讲啊，原来我是有拢小可有意思，啊，毋过就是无做伙啊。啊，迄就是一个遗憾安尼。啊，过但阮先无做伙啦，因为阮先就是应该。大家拢大汉啦，啊，拢较大汉啦，教伊的类型嘛，无一定完全共款，所以叫阮后来无做伙。啊，无做伙了，即马过到30岁的时阵，当下阮30岁，伊拢是阮负责联络，就是同窗会佮联络，我拢负责甲联络。啊，毋过伊就愈来愈无机会来参加。后来较知影讲，伊有得着一种病叫做红斑性狼疮。啊，咱迄个会叫做蝴蝶症啊，因为迄个就是好发于年轻女性嘛，伊边仔遮拢会有迄个红红的迄个，就是讲伊的面。两边遮拢有迄红红的红斑，吼！啊，迄真情的话，我就感觉讲啊，即个过程当中，就是想要，伊就较少有机会来参加阮的，因为伊也发起来，对，拢爱送急诊啊，有诶无诶，啊，因翁好佳在人是医生，所以拢会到照顾。啊，即马嘛过了，即马袂歹嘛，照顾了介稳定。我就感觉讲，即段过程是一个真特别的，我想迄时阵在写即条歌的时阵，我就想着讲，想要写15岁迄时阵发生的代志，我就甲即个人的故事拢甲伊写落来，啊，就写一个叫红乌点。啊，即红乌点呢，伫即个过程当中，对无，就是有一寡歌词是较特别的。啥物较特别的？就是讲，迄时我有写着一句歌词，叫做拖来，有水分的情批，一粒一粒心意开花，迄是咱青春的时册。大家想，拖来有水分的情批。啊！我即世人单写一封简批互伊尔，知无？啊，迄封简批搁迄个因母啊，咔啦甲伊掠掉的，啊，咱有佚着物件，吼，迄故事是安尼，是当初是阮迄时阵啊，因为拢常会考迄个平时考，啊，平时考的时阵啊，因老师因为足侪查咧考嘛，所以能叫我互相改，就收转来了，到全部本落去写了，收转去了，对无？就是搁本来拆线了，本来互阮逐个改，啊，因惊咱逐个乌白改，所以伊要求阮逐个爱。写名伫顶面证明讲是你改的，所以啊，本来的时阵对无，我的拖仔内底就有收一沓20几张，伊时阵帮我改的平时考卷。痴情男子汉了，我真我。所以我老就是就老食迄个老食的物件，过老了，有水，因为拢放足久啊嘛，就迄个，迄搭即摆个滴的啦，迄搭个等于嘛有检查过，迄搭个有滴啊，所以用这个故事来写一条歌，叫做《红蝴蝶》吼。啊，咱来请珍妮来帮咱唱这条《红蝴蝶》吼，来，我来唱阮阿妹。对啊，有够好打呢，叫伊要求死啦！我对无唱迄种迄个情侣朋友的歌啦，安鸟的吼。你大家拢想讲，我头早是毋是头早咧念伊的大腿？
因为吼，这个结果落尾我才知影，伊初恋的这个朋友吼，是我小学2年真好的同学呢，真好的朋友呢。哦，所以人生就是做缘分是做奇妙的。吼，这初恋的歌曲，佫是我帮伊写的，佫是我写的，所以我即摆来唱阮翁的初恋故事，互大家听。好，来。乌蝶轻轻啊飞，飞伫阮的15岁，送你地甲遥远的情花，换你微微啊笑的目眉。乌蝶看看飞，轻点阮的心底。看恁两人行做伙，一时酸酸煞讲无话。红乌蝶豆豆飞，飞过阮的20岁。会记你彼暗对你讲坦白，予阮的青春袂后悔。红乌蝶温温啊体，刻伫你的心底，我来有水分的情花，一影一影，心里开花啊，迄是咱青春的时阵。乌蝶看看飞，轻点阮的心底。看恁两人行做伙，一时酸酸煞讲无话。红乌蝶豆豆飞，飞过阮的20岁。会记你彼暗对你讲坦白，予阮的青春袂后悔。红乌蝶温温啊体，刻伫你的心底，我来有水分的情花，一影一影，心里开花。迄是咱青春的时阵。
我有在咧唱哦，足好唱的哦。谢谢。所以讲起来吼，有时阵讲起来，伊讲这段互我听，有是讲，较早咱迄个时代吼，是毋是拢主动囡仔，吼，讲啥物袂当谈恋爱啊，讲啥物影响功课啊，安怎对无？你看伊这故事偌正面的咧，迄就是因为去爱着，就是因为去杀着这个祖囡仔，才会遮尔啊认真读册，对无？钱多多你听到哦，钱多多。钱多多，你要认真哦，你目睭要好好啊上哦。我玩这个都认真。加油！其实这个歌啊讲的，我分享两件代志啊，啥物款代志？譬如讲，啥物地讲，其实啊，地讲，这是我写的第一条歌。毋过其实我进前学的，其实我无学过文学啊，我就是讲对写作这件代志，我嘛无，像我即摆40岁，对41岁。我是差不多对33岁啊、35岁，较开始咧写台语的物件。啊，以早我读文科的嘛，我嘛是想象讲我要写出咧徐志摩迄种少年时代啊，要写迄中文诗，你知无？啥物偶尔会投注在你的波心，有诶无诶？啊，毋过安怎写迄阵细汉的时阵，第囡仔时阵要写迄种中文的迄种，就是迄个新世纪，拢写了无着味。后来我当然就无做啊嘛，无做文学这件代志嘛，无做写作这件。毋过等到我30几岁的时阵啊，迄时阵熟悉着，例如讲熟悉着金华老师，熟悉着姚志勇老师，伊就甲阮鼓励讲啊，你有变像咧唱歌戏，啊，你就试写较慢啊。迄时阵我较开始用台语来做思考，来做写作。当然迄时阵无法度台语的思考无遐尔认真，啊，毋过开始写作的时阵，我发现讲哦，迄规个感觉拢转来啊，安怎讲呢？譬如讲，我迄个就是我进迄个 PPT 顶面的叫做红蝴蝶云啊梯，这个梯对无？我现在这句对我来讲是啥物款的感觉？因为以早我细汉拢是阮迄个阿嬷、阮外嬷，就是迄个带大汉的。然后我还记得阮外嬷伫咧要过身，伫我国小6年的时阵，阮妈妈去甲照顾的时阵啊，伫病院甲照顾的时阵，伊拢会安怎呢？伊拢会安尼，就是要甲伊扶起来的时阵，就讲伊要互阿母啊，你就讲扶起来食饼件，啊，佮食了对无？要倒落去时，阿母啊，你稳啊摕，阮妈妈会甲伊的手骨，迄个放伫迄伊的脚趾边食呢，互伊豆啊摕落去。所以我感觉即个稳啊摕啊，是相对伫我的生命经验当中，就是对患者，就是讲会对亲人种足保守啊，种足珍惜迄种照顾病人的情形。所以虽然我无法度，我无可能照顾我迄个初老，我迄个头初恋的人，我就甲即个物件讲，伊咧写一段时阵，迄个情景，就甲阿嬷的情景用做伙。所以我感觉其实有的时阵，咱无一定毋是袂晓写，是咱用毋着语言尔。因为我生活的所有空间啊。阮大树遮拢讲台语的，连菜市仔嘛讲台语，连阮学校的老师咧开讲嘛拢讲台语。我国小的时阵，除了上课，伫国中的时阵，除了上课讲，得用华语咧教伊个。老师私底下嘛拢讲台语，所以其实台语对我来讲是一种生命经验，甲迄个词拢对我有足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感觉，如果啦，得讲用我的经验来甲大家鼓励讲，我30几岁才开始写咧，我即嘛是足认真咧写安尼吼，大概就甲大家分享即件代志。那刷来啊，要讲的另外一个历史的歌吼，大家知影这是啥物所在无？有够水呢啊！对啊，大家知影这啥物所在无？下淡水桥。下淡水桥吼，但这是我考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夕阳，还是日出？这个是透早日出。透早，我问一个，拢会惊到，甲我觉得老师问这个问题一定有含这，一定要甲我含。无这适用啦。安怎讲的差别咧？因为大树的东边是迄个是啥嘛？是迄个是屏东嘛。屏东迄边有一个足悬的大武山。其实阮的夕阳甲日出拢是差不多即个相片哦。但是差别是，如果即个所在对无留迄大山。有足对足悬的大山对无？就是大武山，因为3000几公尺的，所以你也看到讲，具体袂到，东边，就是东边，啊，这是西边，所以这是夕阳。
啊，这个故事是咧讲啥物货呢？是咧讲，咱知影大家应该有去过古铁桥佚佗，有行过迄个，就是讲行过迄个天空步道嘛吼。迄个天空步道差不多有3、4层楼高吼。啊，这个是安怎呢？就是讲，阮要讲的这个故事叫做阿公的古铁桥，安怎讲呢？就是讲，咱去这个桥的迄个技术叫做环电风仪，啊，我伫阮九洞的火车头边有一个环电风仪的纪念碑。啊，阮其实啦，迄时阵阮逐年拢会办一寡纪念的活动。是阮大树文水协会，就是讲逐年拢办到第92年，就是讲即座桥落成第92年的时阵吼，第2005年迄时阵，阮迄时的乡长詹英志，甲阮迄时阵就是大树文水协会的会长叫做罗景川吼。因三个就想讲，咱逐年拢伫遮咧办活动啊，啊，拢毋知影环电风伊的后台毋知佫有伫诶无，伊是现在佫有伫诶无，啊无咱来编一个啊，迄个就是经费来找较满好无，啊，佫着找人透过电话去找着因迄时阵伫日本的孙仔甲孙女。啊，我甲大家问一个问题哦，如果因伫厝啊，你也总伫厝啊，在看民视的夜市人生。若在看咩黄金岁月，你看到一半的时阵，有人敲电话来，讲要找你，啊，甲你讲要招待你来台湾生5天，拢免钱机票、食的、大的拢我出的。你感觉迄是啥物货？诈骗集团。你嘛知影诈骗集团对无？哦，我看开戆，毋是真正戆的，你都甲我当做但是迄时阵接到电话的时阵，对，佮讲敢若介有影，所以因迄时阵逐个亲戚就招这个讲，啊无咱试较满啊。结迄时因就来到台湾咯，第一遍来到台湾迄时阵，因就是讲来到台湾，阮就会甲交台嘛，啊交台了就传去迄个环电风仪遐，就是迄个这环电风仪纪念碑，这毋是伊的，这是伊的衣冠冢，伊下底打有放伊的目宝，就是伊写的一寡字啊文书，啊，佮有伊的制服有诶无，啊伊的骨灰时阵是送转去的。啊，毋就讲着迄时阵，因阿公是偌尔辛苦得起即个古铁桥，互阮足感念。因为你知影日本人迄时阵做代志是足顶真的，所以迄时阵啊，伊是压力伤过大，总过身的。是安怎压力大？因为起即个桥啊，起较好，我记诶毋知，我数字我阁袂记，毋知死20几个，是40几个。是安怎是平均1个月来死1、2个就对啊？安怎讲呢？因为当初是有一个工程是足困难，伊时阵咱叫做雷钉，就是铆钉。伊个桥顶的铆钉对无？因安怎？因伫涂骹，因为是工程。等者，你讲铆钉台语叫啥？阮遮叫做雷钉哦。雷钉对，嘿，雷钉啊，迄时阵安怎？迄阵的雷钉对无？爱伫咧涂骹，先甲伊烧红了对无？较用迄鉤叶啊，就是迄个迄鉤叶啊，对，迄个汤匙迄种的物件，迄做工啊，规安尼甲伊害起你3楼顶的工作平台，就是因迄个铁桥工作平台啊，过迄时阵因用火叶啊。如果你也总讲弹起你对无，紧仔就夹着啊，你就莫食着，互伊6月下骹人紧走啊，拄好要钓袂钓迄个情形对无？查你要甲夹一个无注意，人就落落去啊。所以平均1个月拢爱落1、2个落去死，对，拢落去过身就对啊。所以压力足大啊！啊，个过程当中，所以后来伊就积劳成疾，就是迄个环电风仪就过身去。所以因就是即马迄个桥起好了，其实阮遮是拢足感念。阮就甲讲当初是大家偌感谢因阿公诶一寡迄个就是做遮诶辛苦啊，佮认真诶过程吼。啊，迄天啊，就是因来迄天对无？咱就看图片啊，迄时阵相片就是讲哇，伫咧桥骹遐办一个足盛大活动。啊，时阵啊。办这盛大活动啊，毋那是足大活动，毋但是大树的人有来哦，佮包括像咧日本的人迄边遐对无？歹势，迄个滨东市迄边遐铁路局迄老辈嘛拢有来，迄话拢举拐啊，你知安尼咕，嘛要来看，因为你感觉讲，我想要看环电风仪对无？到底是就是讲伊的子孙要来看，因为讲即座铁桥对滨东的发展足重要，因为安怎讲呢？当初是啊，未有即座铁桥时，咱迄时拢做便桥，就是有拢做便桥。啥物叫便桥？就是平常时铺起哩，但伫黄霜啊，雨季来进前，一定爱收起来，因为你也无收起来对无，就全部拢冲去啊。雨水来就全部冲去啊。所以伫雨水来迄段时间，差不多5月、6月、7月、8月迄段期间对无，高边溪是袂当往来的，因为水量伤过大。自从起即个桥了后，好啊，对无？滨东市的物件的固定拢会当真稳定，通去送过来，就是高雄进边，包括你要送米、
要送糖，拢是足简单的物件，吼，都拢会当送过来。所以就变做伫即个过程当中，屏东人足感谢，去你讲啊，足感谢当初是会当去即个。俺大树的人去你顶面，就是大树，就是高雄端嘛，伫高雄这边遮。阮去的时候嘛，感觉讲，足感谢，是因为遮阮叫动拄好是大小火车交接的所在。小火车就是咱讲的5分仔车，就是迄个旗山糖铁，就是迄个旗尾线这段，吼。基尾线这段的起站就是高雄，伊另外一边就会走去到美浓甲旗山，所以旗山迄个旧火车头的另外一边就是九角洞。啊，所以因为阮遮有大小火车的交接对无，所以变做物产啊有诶无诶，阮遮就变做愈来愈发达。阮对日本时代开始了，九角洞的人口是变几6倍，吼，是即个过程，啊，就足感谢。啊，即个时阵啊，就换因的孙甲孙女去咧致事。我想要写这个，因为迄时阵就是把这个故事记落来。啊，然后讲，迄时阵因另外，大家看到右下角遐吼，在这边下底迄个遐，还有一个穿西装的，这个叫做，这个是因迄时阵伊的孙吼。啊，伊的孙啊，伊去的时阵啊，其实伊今年已经90几岁啊。啊，伊迄时阵来的时阵可能70、80岁。啊，时阵啊，伊虽然70、80岁，毋过伊有够做工。伊是迄种类似贫穷老人，你知无？贫穷老人，在日本你知有就讲无虾米。就讲无啥物钱，啊，过就是到老啊，甲伫遐在做工课安尼。啊，所以伊嘛只有无啥物机会通去出国。伊就讲，伊就去的时阵就讲啊，真正足感谢恁大家讲阮阿公的故事啊，就有诶，就讲一寡致事。啊，致事的时阵，伊就讲有一件代志，讲其实啊，因旧厝啊有100度是迄种泛黄的铁桥的相片。毋过其实啦，即种铁桥的相片对无？伫日本嘛是拢介济，伫日本嘛介济。啊，毋过。就是伊安尼日本安尼行行安尼看的，但是感觉拢甲因兜迄北有小可像，啊嘛有小可无像。一直到迄时阵，伊第一道来到台湾，来到旧铁桥骹，较知影讲因兜旧厝的迄北泛黄的铁桥的相片，就是因阿公在生的时阵未赴去完成的旧铁桥。哦，啊，迄阵听阿弟咧讲即个故事，所以伊今仔终于知影讲，因迄个旧铁，因厝迄北铁桥的图，原来就是因阿公伫台湾遮物件。啊，过刷来啊，就话因孙女哦，因孙女就去你顶面讲，啊，因个讲因落好，伫咧看上只手边迄个孙，伊个因落讲因落好，伊逐伫遐都鞠躬啊，伫遐感谢讲啊，真正伊当来遮，真正足欢喜。是安怎讲？伊讲伊自细汉其实拢无了解因阿公。是安怎讲？因为因阿公差不多要40岁的时阵，就已经过身啊。所以其实伊当初是伊跟问因讲，问因阿舅啊，问因阿伯啊，问因阿姐啊，问阿嬷讲，到底阿公是安怎死的？即类的物件时阵对无？因迄叔子辈的人啊，就是阿伯阿舅，因拢甲讲啊，你咱这拢过去啊，咱莫讲过去啊。到人是嘛查讲即件代志啊，莫讲过去啊，过去的代志拢莫讲啊。就是迄种迄个地拢莫讲较早的物件啊，地讲啊，囡仔人莫问迄有诶无诶。啊，当伊问着因阿嬷的时阵，因阿嬷就伊伫遐哭。伫遐流目屎，啊，拢看相片，看因较早的相片有诶无诶安尼，吼。啊，所以迄时阵啊，伊自细汉拢无了解因阿公到底发生啥物代，但是伊知影几件代志，知影啥物代志呢？伊知影讲因阿公是伫国外过身，骨灰送转来，然后阿嬷一个人请养逝世，请养囝儿逝世，非常非常的辛苦，因兜家属的生活嘛过了真辛苦，伊知影即件代志，所以啊，自细汉啊。伊拢感觉啥物货在？伊拢感觉讲，我问着阮阿嬷就得好。问着我的时代，阮时代就讲莫去讲过去的代志啊，拢莫安尼。所以自细汉伊就感觉讲，因阿公是毋是一个放某放囝，足无负责任，后来过身死转来的查甫人。所以啊，迄个过程中，伊就讲啊，今仔日来到遮，听着恁安尼甲我讲，我较知影讲，原来阮阿公伫即个所在做了遮尔好的代志。到搭已经90几年啊，恁哥咧办活动咧甲纪念，今仔日佮请阮来遮讲遮个，佮讲遮个故事。所以伊讲，如果啊，我伫我较细汉的时候，我都听着恁狗安尼讲遮个故事，我嘛在想讲，如果阿嬷会当伫伊过身之前来听着恁逐个讲阮阿公伫台湾发生的所有代志，我想阿嬷伊会真欢喜。阮有即个，阮的家族也真欢喜，阮有即个阿公，所以迄时阵就是一直咧好咧讲即件代志。我感觉即个故事，迄时阵阮大树文水协会的理事长刘建川老师甲阮讲的时候，阮足感动的。我感觉讲哇，即个故事伫台湾是一个足，就是讲我感觉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故事，所以阮就甲即个故事写做一条歌，叫做《阿公的旧铁桥》。咱煞来请真理唱即条《阿公的旧铁桥》。
放大哦。提起，唔通提起你的名字，你是彼场相片，世界拢找无的经典，唔通提起。唔通提起你的过去，阿妈彼个滋味，无人会当甲伊安慰。你离开几十年。我熟悉你，一声电话带阮来淡水溪边，踮在溪边，敢若看着你，敢若看着你。你离开几十年，我熟悉你，一声电话带阮来淡水溪边，踮在溪边，敢若看着你。敢若看着你，你闻着感情气味，搁有恩来滴。我听着喇叭声音，看众人来去。你徛伫溪水顶面，像迄张相片。我看着纪念只有你名字。知影的过去，拢伫旧天桥顶，伫旧天桥边。感谢阿公的指教。大家听到那迄声，若无，就是讲是音乐的声伤大声，还是我的声伤大声、伤细声，会当拍离反应，安尼阮就会当随时调安尼。对吼。来，大家听听歌的时阵啊，听到对望房拢无感觉是迄个你唱歌，迄时伤客气啊。但系迄个啊，你看，像阮迄时阵啊，就甲讲，阮就是写歌，听这歌就当知讲，其实阮就希望讲，咱台湾，虽然讲台湾无故事，其实有足侪物件，就是当初时就是，譬如只是有人举手，有人举手，迄个台中的迄个李碧峰，譬如只来，碧峰姐来，这样欢迎哦，感谢。譬如只啊，声音，你无开麦哦，麦克，声音，大家老赛。是，好，我紧，咱继续，因为阮就是希望讲，咱像其电影的故事真啊足济，啊，其像较早，咱即有啥物，就讲听过，就讲较早咱若去古铁桥，咱会感觉讲啊，古铁桥就是水水啊，啊就悬悬啊，安尼啊危险。但你听阮讲过即个故事对无？古铁桥就变做无共款啦。是，伊会感觉讲，伫即个所在，敢若你会看到饭店风衣，
你会看到因古早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地讲透过地方的故事的书写，啊，互大家去了解，其实咱所有以早经过的所在，变做讲地讲迄基地完全无共款。以早具体桥只是一个具体桥，即摆具体桥是你经过拢想要加加看一次啊的具体桥，吼，这是阮的物件。啊，当然，我嘛是介奸诈啦，啥物介奸诈？大家在看歌词的时阵，就看到一个足奇怪的物件无？一声电话带阮来淡水溪边。我着下底遐一声电话带阮来淡水溪边，你会感觉大家感觉足奇怪无？无奇怪，你会知，你知影，你无？一般人啊，咱若咧开讲的时候，拢会讲，这是北部的淡水河嘛，无哪用淡水溪吼。其实啊，这有原因的，就是讲，我是调监要放一寡文书的资料会符合着，对啊。安怎讲呢？我自细，咱知影即个具体桥啊，较早的名叫做下淡水溪铁桥，下淡水溪铁桥吼，下淡水溪铁桥。毋过其实啊，所以大家会讲啊，迄条溪伊早叫做下淡水溪，但是其实阮在地的老辈嘛毋是讲下淡水溪，嘛毋是讲高边溪，即摆名叫高边溪嘛，嘛毋是叫高边溪。我记得我细汉啊，阮阿公在甲我讲的时啥讲你休热的时阵啊，因为迄时阵阮了在乌沙石啊，溪边乌沙拢一窟一窟，所以迄时阵啊不是。地热天拢有人会伫遐拄死啊，对啊，所以阮阿公伫休热的时阵，会甲我讲，管啦，我你讲哦，你热天的时你放休热，你毋通甲我走去淡水溪收水。阮老辈，包括阮即马老辈，拢是讲淡水溪，所以其实啊，我是调监要放即种地方的符号伫内底。安怎讲呢？其实啊，咱即条溪啊，较早对无？有叫做淡水溪，嘛有叫做下淡水溪，啊嘛有咱即马叫做高边溪啦吼。那进前叫做下淡水溪，伫下淡水溪的过程当中，日本时代起好咱的下淡水溪铁桥，所以咱会叫做迄个是下淡。毋过其实伫日本时代用下淡水溪即个名对无？差不多嘛，差不多30年至50年啊。真正时间足长的时间是清朝，差不多有200年的时间，伫地图顶面拢叫做淡水溪。拢叫做淡水溪，毋过其实我若做文书的，但我讲安尼就差不多会当啊。啊，若阮做文书的对无？佫有另外一个较特别的物件，阮会佫调查伫淡水溪进前敢佫有名。我大家讲哦，阮迄落啊，大树遮古早的地名吼，古早的地名叫做阿高拿、阿高拿、阿高林、阿高拿拢会当阿高润吼，阿高拿、阿高润。阮隔一条溪，就是屏东叫做阿高峡。大家想哦，阿高峡、屏东甲大树阿高拿，中间即条溪要叫啥物溪？阿高溪，阿高溪对，所以其实淡水溪进前，佫有一个名叫做阿高溪。毋过即个文书的资料已经足少人知影，连阮阿公伊嘛无安尼讲啊，所以我较会甲歌词内底使用淡水溪即个名吼。所以阮会歹势，阮个甲即个故事内底，阮个甲伊偷藏物件，偷藏一寡文书的资料伫内底。阮就是调监要互问的啦。啊，你因为咱逐个无举手问，我只好甲你讲啊。你因为你甲你已经先讲啊，我有准备一段吼，要甲你按赞的，我有传伫迄个咱的留言遐，我伫白话字文书馆内底查到的迄个教会公报内底的记录，嘛是写淡水溪，而且佫写讲吼，即条桥做好是开迄阵的230万。哦，真厉害哦！是的。教公报真正啥物货拢有诶，你真诶吼，咱一个 Q&A 的时阵，我较分享互大家看。啊，若无你会当看边啊，我已经有搭伫连接的所在啊。拄好你讲的，我嘛拄好知啦，都呛死啦。是，真好。所以你讲的，我甲你确定，真正是叫做淡水溪。即马时间到。唔知影，咱大舅有2条歌，唔知，我就惊时间无够，伊才会我歌足济。迄个啊，刷来咱来讲。你意思是要搁有第2场就对啦。迄个要讲要唱三支歌，要唱迄个《北仑牙》。成功他啊，拢唱好啊。迄个，因为我原本是按算2点半，就要3点半要互停，要互大家分享。啊，毋过阮3点40较停好啊。吼，你讲较紧。我讲较紧，啊，我就惊我讲紧。今日有人讲要听你的续集啊！哦，然后我歌个足济，要烦恼。煞要讲一个大树，咱拄则讲的拢是大树南边的故事，大树北边对无？大树北边有一个参主讲的故事，大树北边的故事对，平埔族的围食佫愈济。
吼，伊位阶阁愈济吼，所以咱迄个来讲对。我们要讲的这个所在叫做满地园仔故事。产主公是田地的主人公吼，伊是一个。迄个漂红子也举手啦，漂红子举手啊，紧嘞！伊无说伫试着呢，啊是无说伊试着诶，你诶麦克无开啦，阿姊麦克无开。阿姊用平板一定毋知要直接开。好啦，我继续讲，个漂红子讲最好朋友，迄人家讲就对，人家开讲。我来讲一个迄个，咱这是发生伫大洲北边一个所在，叫做满地园仔故事。满地园仔诶大庙对，叫做昆仑宫，是拜王爷诶吼。啊，伊诶迄落啊，伊诶帮晒，就是迄落，你也伫昆仑，这是阮诶昆仑宫。昆仑宫诶庙口啊，你也伫诶庙埕，甲北边甲看，你会敢看到佛光山，你看到佛光山诶大佛吼，佛迄落佛祖吼。啊，伊边仔底无有帮晒旁氏吼，边仔有一个细间诶参主公庙啊，啊，伊就是供奉伫遐伫拜着对啊。啊，伊诶迄个庙碑顶面都有写着即个参主公诶故事。啊，阮在地嘛有采着伊诶生平故事，讲安怎呢？讲伊是上早有即个参主公是上早有即块土地诶主人。啊，当初是来到遮，就招募当地人帮伊斗耕作。后来因为有发生一寡代志，伊必须爱转去长山。伊要转去长山诶时阵啊，就甲所有诶田地拢送互伊诶帮伊耕作诶人，送互帮伊耕作啊，大家就足感谢，爱就转去长山。后来转去长山了，对，伊就过身去啊。当地人，咱台湾这边才知影伊过身了，为着要感谢伊，就用起一间伫田地边啊，起一间参主公庙啊，起一间参公，迄时阵就用杯啊，佮用蚵滴水在甲拜，在拜即个参主公庙啊，吼，在拜参主公庙啊，无做好嘛，无形象，就是用杯啊，加迄个，就是用蚵啊滴水在拜。啊，在拜过程当中，当地佫有一个足趣味的传说，是安怎讲？迄时阵啊，因为大家做事拢做即换，卫生烧草啊，做春蚕水啊，有诶无做足换。所以迄时阵啊，就是暗时拢做甲足换诶时阵，常常对个有一届就发生讲有人在甲迄个做事人破水，在甲创治，啊，大家恶过了，哎哟，啊拢无人，啊，佫烧草，哎哟，佫有人甲我破水，我过，哎哟，佫无人，啊，敢有参主公了啊，伫遐尔咧，啊，敢会看着阿飘，伊知无？就哦，敢会看着阿飘，爱惊着转去来，知无？佮转去了，隔工透早来了，发现讲伊诶田地拢互款好啊。对，拢互帮忙做事做好啊！啊，想啊，这件是参主公惊咱做代志做伤忝，所以较帮咱做诶。其实袂歹吼，这阿飘帮咱斗做田，其实袂歹吼。就是啊，当地就有即个传说，啊，这个传说就传来啊。啊，毋过啊，你袂感觉足含诶嘛？就是这是一个足含过诶故。那我国小听到这个故事，我就甲我阿公，阮老师讲这是迷信诶。你这是迷信的啊！这是就是传说，听起来真足含的啦。毋过我要解破一寡物件，就是讲神话故事内底，伊会藏一寡地方想要，因为庙口的故事讲甲拢含过啦，安尼较有法度流传落来。但流传内底，伊内底到底要甲咱讲啥物件？伊内底有足济足奇怪的符号哦。譬如讲，上早有即块田地的人，绝对无可能是长山人。因为伊应该是平埔族的，啊无就高山族的啊，哪有可能是平埔人？哪有可能是长山人？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就是讲，啊伊无代无志，如果伊的基业拢伫咧遮，拢已经有遮济物件伫咧遮，伊是安怎无代无志要转去长山？对无毋对嘛？啊，佫有是安怎因拜的方式，遐尼先得拜阿力祖。对无？用蚵得拜，即几项拢是疑问啊。后来你也比对正史，你就会发现讲，迄是安尼。当初是迄个明帝啊，地仙公迄时阵对无？来到台湾的时阵，伊有各地方的屯田，阮遮嘛是一个屯田的所在。迄时阵屯田要求地方的官兵，我即块地就是交互你，啊，你爱家己种植，招募当地人去种植，种植了对无？饲你家己的兵。所以伊时阵啊，就发生啥物代？阮调查起来会编故事安尼。当这是可能就是因为参主公就是迄时阵迄种封伫遮的人，封伫遮的兵信，就是迄个兵营迄边遮伫遮，爱家己饲，所以伊就招募当地的人，啊，当地的啥物人，就是迄时阵大的是平埔族的人，所以伊较有法，伊就是迄时阵后来要感谢的时阵，较用平埔族的方式去感谢
因咧感谢压力做就是安尼嘛，所以伊咧感谢只好感谢参主公，伊只好用伊惯习方式。啊，搁有哦，搁有啥物物件？就是讲伊时阵是安怎？就是讲，伊时阵家无因来经做的时阵啊，就是讲，参主公家无，我来讲，我敢若兼讲一个物件。你都讲家无经做转去哦，迄时阵啊，咱上大问题就是啥物问题？讲伊当初是安怎要转去？啊，搁有第二个就是讲，是安怎咱会感觉讲封建？因为古早有一个物件，就是伫原住民的想法内底，因较无迄种所有权的概念，伊是迄种对咱的社，大家做伙经做，做伙食，啊，做伙拍蜡，做伙食，所以因较是迄种共产，就是迄种共有的观念，所以因较无迄种所有权的观念，无遐尔啊重。所以变做参主公因来的时阵，就讲伊是，所以较会讲传讲伊是上早有即块土地的人，因为开始就是招募佃农啊，有诶无得开始做工课嘛。啊，所以上大疑问就是无代无志，安怎要转去？即个线索就甲伊诶时间掠出来啊。当初是西隆甲台湾拍落来时阵，清朝伫治理台湾诶时阵，因并无拍算要派足侪兵来治理台湾。但是因搁惊你台湾反清复明，伫遐倒乱，所以伊要求迄时阵就是讲明定时间来到台湾的官兵，拢爱不惜产返家，又下一道命令，就是讲恁全部物件客就全部我转去，我无要你留伫台湾，因为我惊你伫台湾作乱。所以即个时阵，咱嘛当如果参主公伊参地敢有法度挂怪，讲无客转去，无可能嘛。所以伊即个做一个顺水人情，就是甲伊讲啊，我这就拢送互恁，爱就转去，无伊无代无志要转去用哈。所以你看。一个遮尔罕过的故事，其实伊内底藏的是正史内底所要讲的物件，所以我就调查出来，甲这个故事讲，这个故事是真趣味。啊，这个参主公看起来足照顾在地人，啊，毋过白目白目，所以我就感觉讲啊，这是一个足特别的题材，我就感觉安尼咱来写一条歌的伎俩，所以我就写一条歌，较詼谐的歌，叫做参主公。啊，这条歌詼谐的歌爱互詼谐的人来唱，我来唱。是的。不要紧嘞，先回答人的问题，就是紧嘞，袁坤啊要问问题。我迄个，阮看问题，我看。伊有举手，袁坤大哥，加入，袁坤大哥来，你讲。啊是无说伊试着？无说伊试，袁坤大哥才70岁啊，65啊70啊，所以就无说伊试着啦吼。阮自己的好朋友啊，对，阮自己即阮迄个，自己的好朋友，即阮大邱在第一期喏，即迄个德甲寮，阮德甲寮迄个所在的田野调查，拢问郑元坤大哥。好，对，即阮当地大票嘛是因家属我伫盗用的，对。真诶吼。来，我来唱迄个，唱参主公。参啊参主公，有囡仔生，爱呀爱创治人。下晡过一半，嫌咱树较歇困伤难烂，加做雷公甲咱破，哎哟，加做雷公甲咱破。这是我咧写有好雷阵雨的迄个西北河。月娘来扑上山，毋甘咱掺水伊顺上岸，潺泼水甲咱赶，伊潺泼水甲咱赶。嘎无咧，嘎无咧，嘎咧个哎呀，那里慢慢，那里慢慢咧对咧，嘎好咧对好，嘎好咧嘎咧个哎呀，那里慢慢，那里慢慢咧对咧。参啊参主公有大北肠，写田地送互大家，送互阮阿祖一片乌土，互阮家族啊来种做。一丛青油拜天公，一丛拜地府王爷公。
一张就感谢，感谢田主公。参主公，参呐参主公，参主公，参呐参主公。我家己唱歌咯，敢歹势。我俾你唱。迄个田咧唱伤济田，袂输敢若粗田的田啊！田主公。对，但我感觉即条歌小可跬海加白吧无。袂歹袂歹。安尼有先艺官，适合艺官。有诚意有诚意。阿姨来唱。想要请教丁仪，你拄则唱的，迄算是毋算平埔的调？哦，是。因为伊一开始甲我讲这个故事的时阵，伊有甲我讲到北部族啦，所以我就想讲，我就去找一个北部族的调，我是参考一个北部族的曲调，来甲我速度有加紧啦，我速度有较紧，毋过迄个旋律差不多就是按迄个曲调就是安尼，迄个词嘛是因唱的词，毋过讲实在，迄个词是啥物意思？其实虽然有传落来，毋过迄个词是啥物意思，已经毋知啊。北部族家己嘛无毋知影，你因咧制定的时阵的。因为一寡北部族的，毋是所有的北部族的语言拢有记录。拢有老人，嘿，对啦。就是因口传有留落来，毋过迄啥物意思，咱无一定，就是咱即摆无一定知影。是。毋过大家知影讲哦，这个曲调是啥物时阵要来唱的？对，佮知影啥物状况要唱啊，啥物时阵要唱。毋过真正做幼路的啥物意思，咱毋知。毋过我就是希望讲会当加一点啊，因为这个故事是有北部族的背景伫内底，所以我就是想要加一点啊北部族的传统口传的旋律入去安尼。是啊，所以我感觉足歹呢。嘛改白吧，阮即条我其实有3个物件讲法要解说。第一个讲，但有看到送互阮阿祖一片乌土，阮在地口传嘛是讲，迄块乌土，迄块土巴足乌的，迄块乌土足大地，足肥的，所以我就甲即个树菜着，电条菜着的树嘛，甲伊放伫咧内底。那第二件，阮会讨论的其实嘛有一个物件，就是讲，台湾人偌尔好哦。阮以前讨论过，在创作的时，阮会讨论就讲，迄个你看，因当初时就是讲，北部族应该上早有即个土地，但是因送互伊土地的时，伊佫足感谢伊。等于就有一道就讲，有一届吼，因为这故事是讲互我听嘛，毋过有一间我就甲讲，你袂感觉足奇怪嘛？伊讲伫长沙人来之前，我所知影的原住民对土地是比较强有的，原住民无迄种私有财产制。较无迄种私有财产制的观念嘛，迄是汉人来到遮较开始有所有权的观念嘛。是因为汉人来到遮，所以因的迄种对土地的迄种观念无共啊。毋过结果其实汉人还未来之前，应该是原住民拢伫遮拍啦，迄毋是拢因大家。阮土地拢原住民的，结果伊来甲咱占伊了，对无？讲这伊的了，伊最后送幸咱啊，咱佫甲感谢。感谢安尼，感拜安尼哦。无啦，迄是我，其实讲实在，迄是我一个读卡安尼，有一个安尼历史上的一种思考，一种疑问安尼。讲的时阵，我就甲伊拍破因为我感觉伊的赞助比我较悬。伊赞助已经受到台湾的本体、台湾的主体，其实是上早住伫台湾即块土地的人，外地人来甲咱占，只是幸咱尔，咱佫甲感谢甲安尼，台湾人真正有够好诶。毋过迄是我的疑问啊，毋过毕竟我对北部族的历史我并无了解，只是讲我读卡内底有安尼款的想法。我感觉讲真好啊，我感觉即个观念讲真好啊。对无？会像你感觉，是，对阮迄阵时伫做即条歌，是因为较跬海啊，阮互相讨论，即个所在嘛要甲大家分享啊，就讲，像我是完全对音乐无接触的人，就讲其实我对我念哆来咪嗦西哆的音程到底走偌远，我拢无，我音乐足早就放弃啊，知无？伊读升学班的拢音
音乐课拢在考英文，你知无？拢无在迄个嘿。啊，时阵啊，就是阮就咧讨，所以阮有一个物件叫做唱念成曲。啥物叫唱念成曲？就是讲你写一段歌词了后出来对无？你就甲试念、试唱较慢啊。啊，试唱、试念了，念10种，唱10种曲调内底，你感觉上假迄个甲录起来。录起来了后对无？记谱即件代志是交互专业的人去做，所以我就甲录起来了，交真理去帮我记起来。所以你就变做你家己伫当创作你家己的旋律啦。台语好的人有即个优势哦，所以迄时阵啊，我按算即条歌的曲是我做的，我就录的，互真理去帮我记录安尼。啊，我迄时阵就迄天我就去溪埔国中倒加班拜六，我就翘倒摆要倒来食饭，食中昼饭的时阵，我就想参主公，要找迄个旋律动机就是参主公。我想参主公到底要安怎用较，所以我先翘倒摆咧听红灯，我伫遐试唱较慢啊，我就想到底要安怎较快下，较紧的，快下我就我就伫遐试念较慢，倒种较假，我伫遐参主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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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参公啦，参主公，我伫遐试念较慢，拢念袂出来，结果我念着2个，我感觉袂歹，一个就是参啊，参主公，参主公，参主公，参啊，参主公，参啊，参主公，参啊，参主公，袂歹哦，即个袂歹哦，即个我即个袂参啊，我就甲记起来，甲录起来。啊，佫有一个我嘛感觉袂歹，佫较袂歹，我参主公，我就讲，啊，佫有一个是参啊，参主公一个嘛，啊，佫有另外一个。参主公，即个敢若佫较白目哦。我着即2个拢录起来了，甲即2个拢个性拢足成。等伊顿食饭的时阵，已经要注意者，在你三万七食饭诶，你感觉参啊参主公较白目，但是参主公较白目。结果咧？结果我讲，其实两个听起来拢白目，啊无2个拢老好啊。嘿，我着把你动机内底去后壁输，你即个物件出来了，参啊参主公。有大北长，写餐地，送互大家先第一段的旋律就出来啊。所以大概这就是我，就是一个袂晓音乐的人用唱念成曲的方式的一个配啊，这是较厉害啦吼。啊，你若真讲有旋律，迄是另外一回事吼。咱那个有机会再来讲。迄落看台语。34分啊！我来停啊吗？然后大家看有啥物问题？大家有啥物问题无？大家有啥物问题无？敢有想要提问？先有啦，先有啦，安尼咱看着因迄个。今日有问题会当迄落提问哦。其实我感觉恁2个上好，有一个足好的迄落创作的概念，就是恁有一个 partner 啦，2个人，真正是安尼。因为你要靠一个人，有当时啊吼，咱家己一个人空思妄想，想的了吼，也毋知好，也毋知歹，无人通好对话啦。所以有人通好对话，咱写出来物件，互人参考一下。啊，咱嘛毋免惊歹势。我嘛，咱足侪有人咧写，毋管是写诗啦、写词啦、写曲诶，敢若拢较暗度啦，就是写落敢若认为家己上好诶。啊，有另外一个是讲吼，是因为歹势啦，歹势发表啦，毋敢互人知影。但是我感觉像恁安尼，就是讲找一对手啦。就是毋管是咱读册也好啦，是咱做工课，还是咱伫咧研究咧创作方面，找一对手无吼。啊，我诶物件，我写互你替我看一下，替我校对一下，校对一下，还是讲互我一点仔意见。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是：恁这歌词是修改几遍啊？较有安尼会当真做一点点仔气候，讲咱用来，我相信无可能一摆写出来就遮溜倒诶吧？你一条歌诶状况无共。嘿，有当然，毋过一定都有小可修改。伊上紧的方式是，比如讲，若是修改上少的，就是讲，比如讲，艺官写好一个词，啊，我来立曲的时阵，因为音乐的需要，我可能个会甲参详一下，因为音乐曲调的什么需要，你这个我的词有小可，比如讲调整一下，还是讲小可加一字啊，减一字啊。有可能是安尼，这已经是上紧的方式啊。毋过，阮嘛有词是稳足久的啊，嘛是有可能会稳足久。比如讲，迄是一种，比如讲写来改佫可能啊，过一阵啊，有感觉佫甲摕起来修改，这嘛是有可能。毋过创作是安尼，我家己大家人无共款，有诶是天才型的，出来就写出来，就是你别迄些真正天才迄种诶。啊，阮诶经营是。上少阮知影，以早老师教阮写创作的时候，有一个物件，就是讲你的梗到底是啥货？
比如你上这有一个，就讲你要表达的核心的精神，啊无你啥物你也写，我感觉写了上歹的歌就是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啥物东亚称雄，迄是上迄是，就是迄无啥物感情伫内底啊，对无？所以你到底咱要写迄个梗伫倒？所有文学作品或者所有作品拢应该有即个物件，啊，即个物件刻着了，咱要安怎去甲伊生骨肉出来？生骨肉出来，迄是另外啊。有一寡人是像阮是做文艺为主的，所以阮普遍阮的创作是先有词，较有刻。但是你若总讲是乐书出来，伊可能会先有刻，啊，佮个豆哼唱出词。所以大家人的创作拢无啥，有人是沿路做沿路调，迄嘛无啥共款。啊，阮大部分是先有词，较有刻，即个做法。啊，当然伫过程当中，就会佮讨论，啊，佮会改，啊，佮有一寡包括意象点面，或者是讲到底要安怎囥，就是讲到底讲有啥物事要改，阮佮会佮互相讨论安尼。嘿，敢有上过难忘的经验啊？阮有一写上紧的，还是讲写甲放弃的？啊，单调啊，想无爱啊，但是佮有扣转来。啊，想啥物款的契机啊？讲有啥物迄心肝插一个，啊，变做足神奇甲完成的。因为你写10几条嘛，10几条可能足久的时间啊。其实嘛是有足济呢。其实有足济呢。其实你这大灾问，逐条歌的情形拢无啥共款。有一寡歌是，像我嘛有写着一条歌是我看着纪录片啊过，感觉。就是在写迄个看纪录片啊，过感觉足感动。当天暗时拢困袂去，起来对2点开始写到3点写了。真的哦，你我真正对你打，真正是你的印象，互我真正打破了。你看你安粗骹动地，无想到你的心遮尔幼啦哈！快点啦！我讲你回来，我讲我坐着啦。我甲会是足好的朋友啦，真的呢，难得呢哦。毋过，阮有诶时阵，就讲，咱拄则有得写，其实应该是讲写作内底有分做几种诶物件啦。就讲，咱即若讲，就讲较深诶，有得写物件，就讲，阮早期写诶物件，因为阮其实拢无啥物写作诶背景，所以咱早期写有故事，咱拢会以写实为主，以写实主义为主，因为咱是记录物件嘛。但是当啊，你头做诶时阵，你会感觉有一寡物件伤过沉重。伤过紧张，你甲写甲伤过实对无？有诶时阵会感觉就是压力伤过大，所以有诶时阵迄时阵你会思考要写戏诶无？所以阮后壁如果等下有时间，阮会介绍1、2条啊，就是阮学过一寡文学作品了后，看过大家诗作了后，有一寡写戏诶，要安怎甲物件意象化物件做出来。啊，进前阮大手写是较早诶作品，所以原则上以写实诶为主。以记录故事为主，后来我嘛有一寡写戏的抽意象出来的物件来做。像其实迄个无水疗的意象，就是就抽出来啊。比如讲大树顶、高鸟落架后，啊，佮有迄个灰色土地上爱苗大翘翘，迄类的就靠写，就是有一寡抽象的物件靠。对嘿，那个足好诶哦。我嘛无写作的基础，所以毋知笔，即支笔会晓举啦，举起来。啊，就是哦。你读袂落，毋知咩咯？来，大家有问题无？今日咱有啥问题无？来看迄个，网顶卡梅拉无毋对，信电讲的无毋对，迄个网顶卡梅拉就是我半暝啊。今日阿秋，嘿，阿秋。拄仔有听恁伫讲迄淡水河啊，原来高边溪嘛叫淡水，捌叫过淡水河。就像迄落水溪啊，阮宜兰迄个南洋溪以早嘛捌号做落水溪，就是迄名，就是共款的名会，真侪所在嘛拢会叫共款安尼，真趣味。嘿，感谢听恁即场真趣味，感谢。谢感谢哈，迄个我个保证迄个。阮迄条毋是叫做淡水河，阮条叫淡水溪。阮叫淡水溪。歹势。啊，嘛其实台湾全省啊，叫淡水溪足济哦。叫淡水溪，因为河较大条，啊溪就是溪沟类足济，所以伊叫淡水溪介侪所在。对，因为咱共款的会当讲，是毋是咱的意象是共款的？比如讲，阮老母住枋寮嘛，毋是敢若屏东的枋寮有尔。伫目沙内底嘛有枋寮啊，深山哪来嘛是有枋寮啊，所以
共即个名伫足侪所在有重复用着的，这嘛是咱较特殊的、真特殊的所在啦。代表咱的生活背景拢是即块土地所养起的。是来大个问题嘛？竟然难得哦，毋管是你想要创作的啦，吼，还是纯欣赏的啦，啊，若无就搁来欣赏一条啦，来啦！我唱歌哦，太好了啊！互你唱哦，互你唱好唱满安尼啦。啊，毋是个后一集，有人咧期待后一场咧。你不会的，懂啊？哦，安尼我先分享转去迄个，哇，咱来讲。我是惊了，个有足侪歌，我个有传足侪歌要唱。要倒一个？我想一个，够20分钟，够靠够。15分钟啊。15分钟哦，唱两条。唱迄个。还有迄个呢，梦中的卡梅拉呢？迄个唱白面娘甲困好山好啊。哇，把镜头来，你先开啊，我迄个，我用啥？我用迄个点解？好来。咱先来唱一条较特别的物件好啊。咱拄则讲到迄个，就是写诗甲写戏的，你想要唱不紧写要唱迄个？拢会使。把迄个也是要唱迄个金风的梦。好啊。金风的梦哦。拢会使看你去试。啊，唱迄个好啊，唱迄个好啊。迄个咱拄则讲到有一寡物件写戏的对吧？啊，一寡物件写诗的。所以其实啦，像咱来讲一个写戏的物件吼，啊，即个台对阮来有影响，就是讲虽然即条毋是大树的，但我当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阮固定逐年啊，因为咱关心台湾，所以阮逐年拢会平均上少拢会写1-2条歌关于284，就是咱白色恐怖，因为我感觉伊对咱台湾的社会影响足大。啊，阮迄个就是处在咱甲阮上近的屏东即个所在，啊，阮就帮屏东写一条叫做《树木琴声》。即个故事是咧讲啥物货呢？是咧讲。屏东迄时284啊，伊迄时的县议员叫叶秋木。叶秋木迄时阵，当然咱知迄时284到遮的时阵，到迄个就是发生的时阵，有足侪拢是咱当地士绅出来帮忙斗维持嘛。啊，当然嘛是叶秋木出来斗维持屏东迄个所在的一个治安就对啊，该斗维持啊嘛是希望迄时卖动乱啊，逐个安尼吼。啊，毋过后来过程当中，就是讲国民政府军来了，国民军来了，对无？派军队来了，就甲叶秋木杀起来，啊，过就甲伊用较无人道的方式甲伊处决。啊，处决了，因某就过身啦。因某叫做迄个郭一琴。因某过身，你讲毋对呀？哦，伊个过身，伊个过身里底啊，因某对无？叫做郭一琴，因某叫做郭一琴。啊，郭一琴迄时阵就是就是伊时阵敢若有3个囡仔吧，3个囡仔吼，毋知3个4个，即我袂记啦。啊，阮即个故事是咧写，是对有一本册叫做迄个政治寡妇，政治寡妇的故事啊，对，来讲着即个故事，即个郭一琴的故事。啊，迄时阵啊，就是讲伊后来有一寡影响，就是讲伊记得伊时阵因两口罩其实拢是就是讲叶秋木甲郭一琴，其实因的生活拢是袂歹的，啊，时阵因是足恩爱，啊，伊个回忆的时阵拢会讲，迄时阵啊，就讲拢会带因翁仔某嘛。因翁仔某会带囡仔做伙去看电影，啊，拢足恩爱。啊，毋过后来叶秋木过身了，对无？因的生活就过甲非常的无好。所以后来郭一琴拢甲去木屐，就是木屐，互木屐的工厂做工课，所以就过甲足辛苦。啊，伊时阵个，等到伊老的时阵，伊就想讲，哦，伊时阵就回忆讲，迄时阵228啦，就哪剩咧一个传染病安尼，传到屏东来，甲阮厝的所有代志拢有甲无共款啊，对，阮厝规个拢一夕之间拢改变去啊。啊，后来迄个就是伊个有讲着讲，伊有一寡代志是感觉对不起因翁婿。啊，伊讲当然伊有回忆着讲，迄时阵因厝其实是原本是足恩爱的。啊，因发生这代志了，因去过甲诚辛苦。啊，伊个有讲着一个物件，就讲对伊翁婿较对不起的是讲，囡仔其实伊时阵因为因翁婿就是读伤过济册，管伤过济，就是读伤过济册。所以较迄个国民政府对伤过有正义感，所以伊希望囡仔莫读伤济册。但是因为安尼对无，伊伫记录内底访谈内底就讲咧，伊囡仔后来就讲变做无遐尔啊，就讲无遐尔有成就，无遐尔好囝，伊就敢讲是毋是我当初是即个物件害着我的囡仔。所以伊就含伊迄个家庭规向影响的过程当中，啊，毋过伊时阵伊嘛讲着讲，如果有人劝伊改嫁啊，啊，甲囡仔交互因迄个业界的人带就好。啊，毋过伊就讲，
如果阮翁婿受到这不被即关啊，就是讲受到这不被状况，如果我佮改伊，如果我佮改计话，我就感觉讲，我就对不起伊，所以伊就是抱着迄个心态，安尼继续甲囡仔请大汉。就是讲啊，伫过，就是讲当然迄个时候，阮就感觉讲啊，即个过程当中听起来是足心酸的，知无？啊，我感觉讲，如果即个物件若甲写做实的，我会感觉讲有小可沉重。所以我即个就像迄个核心讲的安尼，我咧写即出的时候，我一开始甲即个故事的关键词写，例如叶秋木，啊，佮有恩爱即个物件，关键词写出来，我一开始是写照我惯写方式去写，顺迄个思绪去写物件，啊，毋过写出来了，感觉讲伤过沉重，安尼对，就是讲对一个家庭来讲，会感觉讲写出来的时候，就是讲，我会感觉伤沉重啦。所以后来我就拍算要用猜出一个较虚的方式去写。你讲伊的名叫叶秋木，那如果即个秋色的茶，即个秋天的茶对无？会当甲伊做一个琴，叫做过一琴，迄个琴的弹出来琴声，就是因琴瑟和鸣的一个情形。我就用即个概念内底去写。以即个目标去做，啊，就写一个叫做秋木琴声，啊，甲迄时阵我所感受到的物件，甲因用做伙，啊，甲用写较虚的方式来写即个秋木琴声这条歌，啊，大概这就是伊的背景。请珍妮来唱这条歌《秋木琴声》，好无？好，我来看嘛，我敢无迄个，我啊呜。凋零，把风吹落叶，秋无归了，把风吹落叶。树木凋零，把风吹落叶。当年天袂光，冬大hilhil叫，啥人讲冰冻无冬天？迄年北风束树木，冬寒冬寒意。迄年南风淡无琴声，春雨搁甲忧郁拍无记。你捌讲冬寒总会过，春雨再相会。冬寒总会过，春雨再相会。他诉今夜搁转吹。你咱搁交陪，知晓全世树木看琴声，永远做伙。树木凋零，北风吹落叶。当年天袂光，冬大hil叫。啥人讲冰冻无冬天？今年北风束树木，冬寒冬寒意。迄年南风淡无琴声，春雨搁甲忧郁拍无记。你莫讲冬寒总会过，
春雨再相会，等歌总会过。春雨再相会，海事记号甲转车，你咱甲交陪。记号转车，像木破天声，永远做伙。你若讲等歌总会过，春雨再相会，等歌总会过。春雨再相会，海事记号甲转车，你咱甲交陪。记号转车，像木破天声，永远做伙。哇，真正是一种享受吼，定义真正无简单吼，因为即个气真正有非常之悬，佮无逼车，哦，真正是迄个妹妹有练过。是，所以其实在写这条歌的时阵啊，大家知影，如果故事是安尼，阮其实是用写较写虚的方式，虚实之间，阮是写虚的方式去做，因为最后第一当然写虚嘛，第二就是，其实我用一寡固定的意象去处理。如果咱也就创作这件代志，例如讲，较输记号佮转车，例如讲，咱固定的一寡物件会甲落叶当做一个人过身的意象。秋天吹落叶会甲即个做意象，啊，佮有另外一个就是讲，我感觉讲安尼写因的写实会伤过沉重，所以我就感觉讲，如果即世人已经无希望啊，就讲咱已经生活已经过安啊，后世人如果咱也有法度继续运来，安尼是一件好，所以我较用记号佮转车来期待，咱未来佮有一个希望会伫的安尼，就讲就像咱台湾经过足侪诚辛苦的物件，就讲。过去的历史啊，就是讲早晚有一天春天，个会转来，阮就用即个概念来写，就是讲树木琴声，即个就是过琴甲叶树木的即个故事安尼。好，大家有啥物问题无？哇，真感动人！其实吼，有当时啊，因为就像你讲的，咱台湾过去的迄种生活吼，足沉重啦。无爸母时代啦，阿公阿嬷的时代好难啦，因为咱迄阵吼，拢啊，迄落。食糜配菜脯啦，吼啊，所以迄个阿公迄个时代，拢甲咱讲哦，咱着生活足歹过，恁着好好趁钱啊，生活足歹过，恁着好好趁钱。所以伫即个好歹过甲趁钱当中，咱甲咱对即个土地人甲人中间迄个感情，拢一档一档、一代一代消磨无去啊。啊，毋过我看到叶关甲丁仪虽然少年吼，啊，毋过因即个生命内底的温度甲厚度吼。啊，甲迄个深度，实在是我足钦佩吼，就是咱除了伫讲钱以外的生活当中，我们还真的有东西呢。你就是无也足济，对，但是咱即摆拢互经济扛去吼。你看新闻嘛是安尼咧报经济吼，扛去了，咱袂记你讲，咱经济是暂时的，但是生活当中，伫这当中，伫这流动的这个感情是永远的。所以我有看到恁互我的感动，就是伫遮，迄感情流动是永远的，而且迄赢过钱哦，迄真正赢过钱吼，所以我足感动的，无怪人咧期待讲要第二场啊，哇！恁来办演唱会哦。其实我感觉是安那一部分就是讲，因为咱这几就是讲，当然有一个部分啊，就是讲先顾腹肚才顾佛祖啦，所以其实我嘛支持讲大经济条件，就嘛一定的，毋过事实上咱。就是讲食饱了，咱就有咱的精神的生活，所以咱要安怎做咱感觉一生要义的代志。啊，阮感觉即件代志是，因为我听到足侪在地感动的故事，感觉应该爱记录起来，安尼我会感觉这是一件，就是讲咱即个土地上真正有足认真付出的人的故事，因为因的付出，咱较有今仔日的民主，咱较有今仔日的经济，即个物件，咱较会当好好过生活。所以我感觉就讲迄个过程中，咱是足感谢。啊，其最后会伫树木琴声，其甲大树，伊是冰冻的故事，其较无啥，就讲无遐尼直接的关系。啊，毋过我要甲大家讲一件，就讲
要做一个互相的勉励是安怎？就讲像阮即款阿某，就是原本有伫会做我较济高雄的物件，嘛有做台湾的物件。毋过阮即马就是有较注心转来要做大树的物件，因为阮感觉一件代志来讲，咱定定在讲228，或者是白色恐怖的时候，阮做伫红屏东的时阵，一开始咧调查拢叫屏东无啥物228的故事哦，会拢叫拢嘉义啦、台北啊、高雄啊、嘉南较济对无？但其实逐个所在拢有。啊，阮后来佫有接触到白色恐怖的物件的时阵，其实阮就发现讲，问到一个迄个林传凯老师，阮就甲发现讲，阮就甲伊问讲，俺大树敢有白色恐怖的故事？伊讲有几啦，伊就马上甲报告书调互阮看。阮就迄阵就希望，就讲想着一件代志，讲咱较早定定会做，例如讲外口的，例如讲毋管台湾意识的，或者是228的，或者是啥物款的事件，或者是劳动故事有诶无诶。其实啦，伫咱的故乡内底嘛拢有遮个物件，所以如果阮会当甲大树遮发生的白色恐怖的事件，或者是劳动的故事，一寡较感动来劳动的故事，甲伊记录落来，啊，佮互较侪人知影。其实咱会知影讲，其实台湾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件代志，影响台湾的物件，拢甲在地有关系。咱在地一寡人拢有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大家当转去，就讲你若讲对啥物物件有兴趣，其实拢会当家己故乡找到遮物件，安尼做出来对无？每一个故乡，如果故事拢愈来愈侪，伊的底底拢愈来愈饱的话，台湾就是安尼个性的。台湾就是一地地方故事塔起来的。咱绝对毋是当有市区的嘉义市区、高雄市区、台北市区大道埕，遐个所在有故事尔。咱逐个所在拢有故事。安门港故事一大堆，好无？对无？安门港故事嘛一大堆。我就是安尼甲大家做伙，大家做伙加油安尼。是对，啊，就像拄则迄个艺员讲的，爱先顾腹肚啦吼。啊，伫咱即阵逐个腹肚拢有通去顾的时阵啊，迄个台乐会理事长啊，张福珠医生拢定定讲吼，咱即摆吼咧做的即种社会运动啊，其实就是伊的一个 slogan 啊，叫做吼，食饱营营的人吼，就爱创造文明啊。哦，是哦。嘿，咱即摆食饱营营，毋是营先生的迄个营营哦，就是咱即摆腹肚已经无欠缺的时阵吼。啊，过去阿嬷的时代拢敢若知影讲囡仔腹肚枵，拢毋知影食头咧枵啊吼。啊，所以咱即摆腹肚已经顾甲足饱的啊。啊，煞来吼，咱办足侪讲座，就是希望咱逐个拢有意识，啊，像艺员、像定义安尼，咱转来咱家己的故乡哦。转去故乡，毋是讲叫你人就一定要搬转去遐啦，你若伫遐外口食头路嘛无要紧啦吼。就是你的心思意念爱同故乡有所连结，吼啊！咱每一个人拢有咱每一个人的学术，啊有咱的迄个兴趣，啊有咱的能力，啊咱就开始来创造咱家己的物件，毋管是作曲啦、写诗啦、画图啦，嘛是会使呢，对无吼？啊是讲来行搭啦，像艺员甲定义，伊拢会带人去行搭，当做一日游，迄嘛拢会使啊。哦，所以我感觉，就是最后用一句话啦，吼，就是讲迄句话，咱就食饱营啊，咱来创造台湾的文明，安尼好毋好？创造咱的文明啊，吼，来阿秋来创造宜兰的文明哦，阿秋。我拄仔听到讲，两位拢伫带人去行搭，啊，我伫想讲，乡事补给啊，拢是台南迄边的一寡迄个。师奶也做因，就是迄200多年前2年来遮遐历史啊，恁要去排一啊，即种乡事补给的行搭无？因为做侪人拢伫读单位老师即本册、即本小说啦。啊，我是讲，你若有通来共带，这是对阮遮的读册伴拢安尼是真便利。是啊，哦。啊，因为阿秋安尼讲啦吼，安尼我着宣传一下，咱后个月就是要来讲即个单位的这乡事补给的行搭啦，吼。阿秋安尼有合理的意思啊吼，咱后期吼要请迄个陈文迪老师吼来甲咱做即个乡事补给的行搭，带咱去即个伊家己看了读了的时阵吼，在当中伊看到啥物货，伊要用伊亲身的即个经验，啊，伊拢有去遐哦，伊翕相哦，啊，像今仔安尼讲故事互咱听，今仔是唱歌哦，啊，后个月咱是。看相片，啊，听故事，讲故事，讲含这乡事补给有关的吼。啊，迄个咱线顶的朋友，咱后期，恁若拢有机会，我拢会寄即个连结互逐个。咱毋望逐个拢有即个机会，咱就来食饱营营来创造文明安尼啦。
好，我是讲因若是有通啊，就是有即种cos 通啊来下人参加是真好啊，就是嘿人来带人来去，因为像阮这外地，阮也毋知遐所在啊。你要派功课互因呢，伊做无用嘞。你迄个你啊，总共有加 FB 对无？你去敲出迄个大树文史采风，大树文史采风，大树文史采风。阮活动其阮办足济哦，阮办足济即类的。好，我跟来看卖。咱甲唱的歌对无？所以拢挂相片对无？阮有带团去到现地，就是去古体桥顶，或者是去到迄个，就是迄个范田丰的纪念碑，或者是去迄个所在唱歌。我拢哦，对，地景歌曲啊，我感觉这是一个迄个，啊，毋过因为阮办的拢小型尔，对。小轻，迄个嘿，轻松有，轻松。我有看到伫王来园内底，迄个台王来版王来个唱歌安尼啊。有啦，迄个我嘛有带去王来园配风子啊，阮咧过来我就带阮同学逐个去王来园弄来，就是按王来去啊，按王来过，对。吼，压王来吼，安尼叫压王来吼，对。大家是迄个爱用压的，对。好，系啊。就是讲，大家拢迄落，大家就是拢有家己的，就是讲，大家拢伫家己的领域内底，家做，就是讲老趣味的，就是开较侪时间去做。因为包括迄时阵金华老师嘛讲鼓励，就是讲，就是其实咱即马要做，咱即马在做台语已经到一个，就是讲台语到一个程度啊。但是煞来，咱来甲伊扩充叫台语会当讲天文，会当讲外太空，会当讲地理，会当讲历史，会当讲法律，会当讲啥物物件拢会当讲。所以其实煞来就是迄个，就是大家伫家己的领域内底用台语，甲物件佮扩充互较大诶。安尼，咱以后较有迄种素材，无煞来国中要教学啊，高中要教学啊，如果拢无文本。老师嘛真头疼咧，所以咱就是大家爱继续加油就好。就讲，咱的文学人有法度写遐济物件，其实咱家己嘛爱加，咱家己嘛爱以咱的专业，或者是咱有啥物所在，是你，就是你较介意，你较有趣味的物件。即马做啥物代志，上即阮家己啊，就是讲金华老师啊，个包括伫中教大迄个包ခင်老师拢会讲鼓励，就是讲，即马做啥物代志，你无5年起跳，拢无法度对。差不多拢无法度累积啊，所以就是对大家人生无偌济5年，啊，毋过就是一定要有累积，家己一个领域内底好好啊做安尼。嘿，好 ，OK， 好，感谢，就是迄个累积啦吼。啊，其实这当中有一个真大的束缚啦，就是这个社会的束缚，啊，过去咱对这个教育的这个过度的挖苦。啊，所以我感觉伫恁的身上，我感觉讲，若互恁教着的囡仔嘛是足幸福的。上无安尼的老师吼，真诶。安尼的老师会鼓励囡仔安怎思考，而且安怎看待咱家己故乡的代志，啊，不再是迄种外国月亮较圆的时代啊。其实咱目睭所看到，就是咱逐工伫遮行踏，然后呢，咱遮养起来的这土地，啊，咱拢安尼顺咧，啊，就甲闪过去吼，实在足无彩吼。所以咱若停骹，豆豆仔行，吼，啊，慢慢啊欣赏，啊，我相信咱的故乡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枝草啊，每一点露水，其实对咱来讲，拢是一种情分啦。啊，这就是咱要来伫这当中，咱咧硬差艰苦的生活当中，咱嘛着爱有迄个柔软的心肝，啊，互咱伫这个艰苦当中去度过啊，这个过渡期。啊，特别是即摆疫情吼，迄个13号开放啊吼，所以咱今仔个有30个人吼，我真正足感谢恁的吼，因为听讲逐个人拢走去佚佗啊吼，拢已经拢无爱束缚伫即个山顶悬啊吼，要去外口透空气啊吼，安尼我就伫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我感谢恁在座每一个人，甲大家拍拍一下。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有人讲叫恁着去参加海德南先生哦，靠电视的宣传。有啦，因甲阮私底下拢有在联络，啊，因嘛会选到做节目，伊嘛叫阮推荐一寡袂歹地方的人安尼，对。是吼，嘿啊，拢是爱延续去啦吼，所以有恁做头前的火车母啦，啊后壁只吼牵的，吼啊，所以相信会慢慢吼有安尼气候啊，安尼火候吼会形成啦。就是咱即马较少看到讲，像有人安尼伫这个。伫这个地方内底咧定根，吼啊，一直咧敲吹啊，所以我希望恁个继续
啊，若有诶话啦吼，规支往来线拢甲超好头啊，超好变过啦。有诶，我甲医生讲诶是真正确，就是讲其实，阮即马等下大洲蹲点，其实阮感觉后来啊，就是讲，阮家己嘛感觉讲，其实电影调查甲记录才是根本，因为咱一定是伫调查诶过程当中，发现讲有啥物故事是袂歹诶，啊，咱还佫以迄个物件来做，所以一定爱伫迄个就是敲碎过程。所以其实阮拢固定有一寡，逐年拢有一寡调查诶计划，啊，佫有做考述诶迄个访谈。啊，我感觉啦，就是讲，我感觉最后是拄则咧讲诶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人问我讲我诶初心到底是安怎要来写遮诶歌，啊，要来做遮电调诶故事，我感觉感谢。啥物感谢？因为咱细汉拢是迄个做工做事诶爸爸妈妈甲阿弟阿舅大汉诶，但是因伫即个世代当中，因为因无读册，因为因无读较济册，无社会无啥物地位，所以即个社会因拢认为讲因是一个社会足无贡献诶人。啊，毋过其实逐个人认真伫家己伫工课顶面做好，做足认真、足善良，帮助其他人。我感觉迄个是一个足好诶代志，所以我会感觉讲，因如果因身躯有啥物值得咱感谢诶故事，我就想要甲因调查了，想要甲因记录落来，啊，想要甲，所以我感觉，如果讲要转来记录乡土啊，或者记录台湾诶遮尔济代志，到底出发点是啥物货？其实我感觉是因为咱真正足感谢即个世界，互阮会当活甲遮尔啊好，对，就是感谢，对啊。是，我嘛要感谢恁吼，拢总无暗度。嘿，无迄落中国式，爱佮留一手，爱佮藏一点嘛，拢总无。吼，这就是感谢恁，就像你讲的，台湾人的好，台湾人的善良，甲台湾人的真心，哦，啊，所以感谢大家。好，啊，咱的今仔日时间吼嘛，拢有超过，啊，大家拢无去，含拢佮继续留伫遮啦，吼。啊，最后啦，吼，就欢迎大家共款来追踪即个大乐会的名册啦。吼，啊，阮后个月吼，就是要针对即个乡书补习的部分啦。吼，所以若有兴趣的，也是咧对咱即种地方内底啊有。